了引起人们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1月1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一场步行抗议活动。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居住在该国的土耳其人也参加了由比利时维吾尔协会组织的活动。示威者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停止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和文化灭绝政策。另一方面，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首都萨拉热窝举行了抗议中国迫害的抗议集会。这次抗议活动是由埃及联盟组织，并得到了萨拉热窝国际大学青年俱乐部和土耳其学生联合会的支持。由维吾尔学院执行主席阿布杜汉米提·卡拉汉、安卡拉大学讲师埃尔肯·艾麦提博士以及维吾尔研究学院相关负责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土耳其幸福党主席卡拉毛拉奥鲁。访问中，代表团向卡拉毛拉奥鲁主席提交了有关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镇压政策以及土耳其维吾尔人的一份报告。卡拉毛拉奥鲁和代表团就东突厥斯坦问题，尤其是数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的集中营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卡拉毛拉奥鲁表示，幸福党会继续重视和支持东突厥斯坦的正义斗争。中国说，其外交官和政府官员将充分利用境外社交媒体，如脸书和推特，但另一方面，这些境外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境内却被当局封锁，中国网民不翻墙就无法使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很多中国驻外领事馆及中国驻外交官都开通了境外社交媒体账号，我们在推特等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开通账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外进行沟通，更好地介绍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政策。在中国政府大力推动驻外使领馆和外交官使用境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同时，脸书和推特等境外平台多年来却不被中国当局允许进入中国市场。北京当局允许的是国内类似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和微博，这些平台的内容受到中国当局严密的监视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香港拥护民主的抗议者巧妙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组织、发动和串联，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当局对使用类似平台的担忧。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表示，他周日准备赴香港发表年度报告，却被香港当局拒绝入境。香港这个全球知名的金融城市，自从去年中电爆发反修例运动至今已经7个月。人权观察预计在香港的外国媒体记者协会发表2020年度人权报告。罗斯说，他自己在机场被香港当局拒绝。我原本想要强调北京正在世界各地加强对人权的侵害。他说，拒绝我进入香港更是清楚地反映了这个问题。人权观察的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希望享有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正遭遇到最严峻的打压。利比亚交战双方领袖今天在莫斯科的间接和平会谈中取得一些进展，但未能就全面停火达成共识。在会谈中，居中斡旋的俄罗斯和土耳其敦促利比亚交战方签署停火协议。会谈后，土俄两国外交部长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利比亚总理沙拉吉签署了停火协议，他是获国际间认可，根基于黎伯利的政府领导人。但土耳其外交部长查乌什奥鲁表示，利比亚国民军指挥官哈夫塔要求让他在明天上午前决定是否停火。